總理杜魯多繼續喺卑斯省嘅訪問行程，佢宣布投放20億元保護海洋。殷亞樂嘅報導。杜魯多聯同聯邦運輸部長艾成志同漁業、海洋及海岸防衛部長梅麗喬喺卑斯 Bowen Island 作出宣布。Today, we are launching the Oceans Protection Plan 2.0 with another $2 billion in funding to back it up as we renew and expand this work across the country. 呢20億元撥款為期9年，連同2016年嘅第一期撥款，加拿大海洋保護計劃嘅總投資達到35億元。有咗新款項之後，計劃將會加強海洋生態保育同埋改善近岸導航及對海上事故嘅處理等。喺記者會上，杜魯多再被追問本國歸還俄羅斯渦輪機一事。記者話：即使聯邦政府批出咗制裁豁免，都唔代表德國肯定會獲得天然氣供應。咁點解要破例呢？杜魯多話：盟國展示嘅係唔俾俄羅斯利用天然氣作分化並削弱西方民眾對烏克蘭嘅支持。